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平安。每礼拜总是一礼拜一礼拜哩过，今日不知不觉，今年1月已经煞去啊。今日已经2月啊，1号啊。哦，咱教会今年的目标是希望每一位兄弟姊妹拢会当大家欢喜来读圣经哦。所以今日牧师嘛有缘按照安尼的一个中心点，咱大家互相来勉励吼，咱伫即个信仰的生活当中，有上帝的话来甲咱引带，伫咱的生活的每一天内底吼。所以今日通过咱拄仔所读的即个罗马书12章第1节这段经文，咱来思想，咱要安怎来建立咱每个人每一天拢有属灵生活的一个操练吼。咱回想咱1月份我伫讲台当中，甲兄弟姊妹有安尼共同的勉励。咱拄仔讲，咱要来每一天来读圣经。咱今年会当有一个目标，甲圣经读过一遍吼。所以呢，咱头一点讲，讲咱毋是干那做一个信徒礼仪吼。咱兄弟姊妹，咱拢来做耶稣的学生做主的门徒，就是咱来培养咱伫读圣经的即个目标当中，咱渐渐有培养出咱每个人拢有一个信仰的生活、灵修的生活建立安尼灵修的生活这是习惯每天爱去慢慢安尼来培养，才有法度将来成做咱的习惯所以咱每天起床嘛有一个习惯性，敢毋是有人安尼脑筋还袂响，那就爬起来对无？生理有一个时钟伫的，有个人是爱靠脑筋甲咱响有人响一声伊就调起来安尼有个人爱响几啊声摇完嘛是袂顶袂动佫甲脑筋佫爱撩安尼花去继续困，安尼手机有人10分钟以后佫甲你叫一摆叫我尾已经拢惯势伊叫伊的你困伊的迄是种咱每个人反应的即个无共款总是我拄仔讲，咱要培养信仰读经的即个习惯，需要咱共同大家来努力来建立培养所以讲咱通过安尼来学习做一个耶稣的门徒通过我拄仔讲，咱即个要读圣经一遍，成做咱的目标经过调查咱全教会有安尼报名的人即个趴数无讲介悬啦但是今日的大长的吴牧师有缘嘛是安尼来勉励，伊讲如果咱大家照安尼来起工咧行应该是完成1/12啦嘛，因为一年12个月嘛，1个已经完成应该你的目标进度应该是完成1/12。我毋知咱台语堂的兄弟姊妹是毋是有安尼？即使讲咱个人有咱家己的灵修的习惯，其实嘛无要紧啦总是教会用安尼一个方法，是要来鼓励兄弟姊妹，通过培养读圣经，要达到我拄仔讲的第1点，咱的灵修的生活会当来建立。当然，安尼了后，咱会当互咱的信仰，通过安尼灵修读圣经，咱对信仰会当更加丰富这是读圣经要达到的即个今年的3个目标。所以讲，咱第1点来培养咱的灵修生活，通过安尼来开始读圣经。我拄仔讲，如果你要照你家己的进度嘛无要紧，只要会当达到讲咱的灵修、咱的信仰的生活，读圣经会较更加丰富咱对圣经的明白以外呢，更加丰富咱的生活更加丰富咱的工课更加丰富咱的每一天只要会当达到安尼目标，其实嘛无要紧如果你无一个依循，咱会当来参考教会鼓励咱兄弟姊妹过来我拄仔讲，咱嘛讲，咱通过安尼的信仰，咱不只来教会，咱来参加咱第1礼拜咱会当有一个服侍的心，要咱互上帝甲咱使用，就是咱来愿意受操练敢若讲咱台语堂的诗班。会前你练习，会后佮练习，有当时还佮加强不只是讲咧诗班的班员，咱每年兄弟姊妹，咱会当咧真济代志顶面主甲咱找用，要找用之前，就是讲，互上帝甲咱
操练咱即个人的生命。哦，传讲咱念米线，咱有日本的即个教学对无？老师嘛爱说备班者对无？咱学生嘛爱去听嘛，迄拢是一种学习哦，一种有备哦。再来上尾的即个目标是讲，咱每个人吼，人啊，第一等兄弟姊妹哦，咱每一位拢会当互上帝甲咱成做吼，伊的器具吼。成做上帝好采用的一个人吼，所以咱共同愿意讲，咱来积极哦，委身伫上帝国内底，委身伫咱大义堂当中，委身上帝互你的每一工内底，不管你所拄着的人是啥物，所要做的代志是啥物，不管是世俗的还是属灵的，咱拢会当来见证荣光上帝的圣尊名吼。所以讲，咱今年的目标是安尼，化作每一工要安怎来做吼？今年咱搁进一步来思想吼。我顶回嘛讲哦，咱读圣经会当帮助咱有三个方向啊。第一方向是讲，咱会当不只明白吼福音信仰咱的根基是啥物，建立咱信仰有一个好的根基吼。人讲啊，树头啊翘在，树尾就毋惊做风台。信仰嘛共款啊，你的信仰如果你树头无知安怎，莫讲风台啦，凊凊彩彩一个落雨，也就是个风，几级风，也是安怎的时阵，也是咱生活当中，轻轻一个气焰的来的时阵，咱就安怎？咱就倒落去啊！所以咱为什么要通过读圣经，就是要培养咱的信仰，对信仰更加明白，有根有基，咱的树头就愈来愈安怎？愈在，所以不管拄着啥物，耶稣讲的，比如安怎讲？咱若拄起一间厝，起喺沙土内底，甲起喺真稳的石头当中，你要选择什么所在？咱台湾即摆要买厝，爱看断层带里带，你要去买迄个断层带吗？还是要买劈开迄个断层带？咱的信仰，你是要安怎来建立呢？所以我拄仔讲，通过咱的读圣经，更加为什么咱所信的，为什么咱要去信？过来，咱因为安尼袂去受到威胁，咱的信仰一定会定定咧咧耶稣内底得到伊的恩惠甲慈爱。若无的时阵，咱是毋是讲无今日食敢若袂歹哦？明仔载讲食嘛无讲介好，迄边较好，你就走去迄边啊。所以咱会当通过安尼对圣经的明白，对上帝的明白，更加来渴慕上帝，更加来亲近上帝，更加愿意来爱上帝，愿意来为伊做一切伊望咱来做的代志。所以第三就是讲，咱会好做一个忠心，还有敬虔的一个主的门徒，做一个基督徒有好的见证来荣光咱主的名。所以今日咱回顾咱顶届我讲过这几点，今日要讲咱这句话啊，这句话，罗马书12章的第1节呢，伊讲，所以兄弟姊妹，因为上帝的怜悯，我劝恁啊，就将家己的身躯献予上帝，做活的祭，是圣洁。伊所欢喜的，这是恁合宜的敬拜。咱每礼拜来第一堂做礼拜，咱有一个合宜的敬拜无？今日这段经文，罗马书第1章到11章，保罗咧讲，什么是信仰？信仰是因信称义的信仰。咱的信仰是靠着上帝伊的恩典，本着伊的恩典，照着伊互咱的信来接受安尼一个信仰，咱因信称义。伊讲到安尼了后呢，咧罗马书的12章以后，甲上罗马16章这段经文当中，伊咧解释讲，咱既然明白这个信仰是安尼的一个根基，咱接受咱要安怎来活出这个信仰？所以伊讲，所以继续开始讲12章的第1节头安尼讲上尾16章伊安尼讲兄弟姊妹，咱每一位因为上帝的怜悯。伊就劝伊讲，我劝你保罗写这张配合罗马教会兄弟姊妹，咱今日通过伊这句话，同款，咱照着伊这句话，牧师通过这句话，甲咱大家堂的兄弟姊妹，大家共同咱来勉励。保罗讲，我劝恁，安怎劝安怎讲，着将家己的身躯献予上帝来做活的祭。
将家己的身躯，不止家己的身躯，代表是咱内底甲外面拢包含在内底。咱即个人呢，伊讲啊，爱献予上帝做活我的祭，毋是叫你牺牲死啦。你佫共阮是照常一个每一工会当安尼活我，会当去走总，会当走跳的人，会食会啉会困，会佚佗要创啥物？包括拄仔讲，咱爱读圣经啊，伊讲将家己献予上帝做活我的祭，这是保罗考劝罗马教会兄弟姊妹，咱今日来思想，咱第一堂兄弟姊妹，咱是毋是也愿意？甲家己呢献予上帝做活我的祭。即句话如果你也接受，你也理解，但是要安怎运用在咱的生活当中呢？一工是24小时哦，伊讲是圣洁的，是伊所欢喜的，这是合宜的敬拜。咱来思想，我要今日通过即句话就是讲，咱啊要安怎献予上帝做活我的祭，就是讲咱每一工爱有啥物？我拄仔讲的，咱今日题目是啥？每一工咱爱有一个属灵生活的一个操练。如果咱拢无愿意，你讲我要甲我家己的身躯献予上帝做活我的祭，这是要安怎献？要安怎做？要安怎成做我的祭？所以我今日通过安尼一个标题呢，咱来共同思想，咱每一位第一堂兄弟，咱每一工，你的每一工24小时，扣掉你困的时间，你清醒清醒的时间，你拢咧做啥物代志？可能你讲每一工有无用袂完的代志但是咱是毋是每一工当中有一个你分别做成神圣的时刻，甲上帝亲近的时刻呢？所以讲今日通过即句话，保罗考劝罗马教会兄弟姊妹爱甲家己的身躯献予上帝。这个身躯当然我拄仔讲，就是包括你的时间啦，你的时间，你的时间，你无叫你讲随时每时每刻每分每秒拢你读经祈祷，安尼你敬拜，你创啥？但是我拄仔讲，你每一工，你愿意将你每一工的偌济时间来到主的面头前呢？如果咱思想讲，咱每一工、每时每刻、每分每秒，拢是上帝所赏赐的，你就会感恩，你就会愿意。咱昨日到真侪大家等兄弟姊妹去参加咱三师的安息礼拜，我昨日嘛讲。毋是三师尔，咱每一位，咱教轮大家拢会轮到坐下骹的兄弟姊妹，包括徛在讲台的牧师，咱每一位拢袂走闪的。三师已经无时间啦，你地面上已经无时间通用，已经用完啦。兄弟姊妹，你我咱还袂用完对毋对？咱还佫有时间啦，久长毋知啦，但是。咱搁咧地面上，这有限的时间，上帝所赏赐的时间，你安怎来规划安排使用呢？所以今日我讲罗马书12章的第1节，保罗考劝罗马教会兄弟姊妹，所以牧师嘛照着这句话，望毋是讲考劝，其实我嘛爱努力，咱大家共同来努力，来培养咱每一天的灵修的生活，这是无简单。但是如果你真做你生活的习惯，这就真自然，就袂困难。所以呢，安怎来有属灵生活的操练？今日我就分享5方面甲大家安尼来参考啦大家参考者，无一定讲是标准的听词啦，无一定讲安尼做啦。但是我拄讲互大家安尼参考一下安怎做？安怎每一工咱来操练，要互咱的这个灵修的生活经过操练，更加丰富，更加安尼有建立起来5方面啦来，第一方面呢，第一点，安怎会当用诗歌来唱歌俄罗斯来做一个开始安怎开始牧师较早是
袂晓唱歌嘛，无爱唱歌，但是我毋知影信主以后、服侍主以后，渐渐上帝安尼愈来愈会安尼吸引我，尤其咱来台语堂了，听着台语堂的诗班咧唱诗歌嘛，愈来愈吸引牧师，所以牧师呢嘛，渐渐生活当中袂当无诗歌啦吼。要安怎灵修吼？如果你袂晓唱，还是讲你毋知要唱啥，无要紧，咱会当去找咱诗歌本，还是啥物，即马手机真方便。你选一寡基督教的诗歌，会当来开始。如果你足熟的有当时你定定就安尼唱真模咪，即个旋律个拢无要紧。我今日手起来做建本啦安怎来唱诗歌学落主呢？咱即马早起11点啊，无讲透早，但是讲我嘛讲，如果会当透早上好啦，但是随时拢会使啦即条诗歌是安尼唱，伊讲透早我起来要学落主，透早我起来要歌颂主，愿你的话不断光照我，愿你的灵不断充满我，愿你的名每工称伟大，因为这是国语版的，我唱做台语无介顺无要紧，我就按做一个建本参考啦你讲要灵修，那就唱歌是一个备办心啦唱歌会当慢慢互你安尼心开挂了后，会当来进入上帝的旨意，领受伊的话参考一下，无一定唱这条啦你通唱你随时你介意的拢会使总是讲兄弟姊妹，咱用安尼一个心来进入你每一工要备办亲近上帝的时间。第二点呢如果你安开始唱完歌要创啥物，你会当开始听候圣神要甲咱引带，要甲咱开启咱念咪要进入上帝话了，会当来明白伊的话语所以咱如果会使安静几分钟无一定3分钟啦。你讲时间足宝贵，1分钟嘛无要紧，还是你讲时间足济，每一工拢足轻盈的，5分钟、10分钟安静拢无要紧。迄就是你有一个安静的心。当然，你这安静的时阵，可能外口有声音，一寡人行搭啥物，你是毋是愿意甲你的心慢慢安尼静落，敢若一桶水安怎？你摕一桶水行路行到几步，还是讲外远的时阵，你甲迄桶水放在涂骹的时阵，迄桶水会安怎？一点咧摇对毋对？你若讲行了无安尼足顺的时阵，放落的时阵，迄水佫会安怎破出来对毋对？咱人的心有当时是亲像安尼你迄桶水虽然已经放落去，但是也无平静，所以安怎互会当平静，需要一点时间。所以你的心无平静，甲讲古早人无行对无？古早人无行，要看你的面容安怎看？去水个看，你迄水怎无边的就安怎？我的面拢做撩纹，一直撩对咯，因为水波纹真多如果迄个面、迄个水足平的安怎？看你就敢真清楚对无？袂去变形无你来看哈哈镜，啥物叫做哈哈镜？你敢知？我即个人安尼足苗条，但是你看哈哈镜，我哪会变成遮尔大箍？老夫子有2个人一个足肉足悬的，一个足矮足胖的你本来足肉足悬，你看哈哈镜变足矮足胖的所以呢，我拄仔讲需要这安静的时间如果你有安尼一个备办心，我相信你灵修每一工一定有真好的领受第三呢如果你安尼安静了后袂讲安尼空安静无代志做，你要有一个专心。啥物专心？思想第3点，你要知影你啥人？有啥我来读圣经？思想到我是属相的，你是属相的，兄弟姊妹，你是属相的。保罗有安尼讲讲咱每一位咱就是上帝咱主耶稣基督用伊的同价，甲咱买来。咱是遮尔宝贵的上帝的儿女，耶稣基督毋是信徒尔，咱是伊的门徒，咱是属主的上帝的儿女。你一定要有每一工有安尼的一个确定啦。有当时咱看咱家己愈看愈无谦卑是一个好美德，但是毋是讲叫咱莫谦卑，
咱爱对咱家己嘛爱看重咱这个人的身份。上帝安怎看咱？哦，你安怎看你家己？你爱知影你是属于谁的？你也知影你是属于天父上帝的，当然你才愿意来到上帝面头前。你甲伊无关系，你来面头前要创啥？敢若我拄仔讲，昨日啊，为什么真侪人就咱台语堂的兄弟姊妹去到三师的安乐礼拜当中？为什么？佫有其他真侪人会去？会去的每一位拢甲三师安怎？有关系啦，无关系的人敢会去？就算讲去隔壁的吼，迄厅的人，敢若隔一壁啊，出差无几公尺，迄就差真远啊，敢毋是？对毋对？所以共款，兄弟姊妹，第三点爱何等的重要，你爱知影你甲上帝什么关系？哦，这拢还未开始读圣经哦。啊，第四点呢？第四点，咱用一个祈祷虔诚的心，再来拍开圣经来读圣经，来看上帝今日要通过伊的话要甲咱讲啥物。吼，所以咱会用迄恭敬的心吼来恭读上帝的话语。我拄仔讲啊，如果你要按照教会的迄个每一天的进度，哦，你会当教会，你要照你家己的进度，嘛会当照你的进度，拢无要紧。总是咱拍开上帝的话来听上帝今日要甲咱讲啥物。因为圣经遮尔多，每一天读的内容拢无共款。啊，你今日上帝要来讲啥，我嘛毋知。吼，但是总是你愿意吼，每一天来领受上帝的话。通过今日上帝的话要甲咱讲的时阵，伊要甲你讲的时阵，你要领受无？吼，啊，你要安怎去挖出来？吼，啊，第四、第五啦，吼，最后你讲，咱如果今日读了上帝的话了后，这段话有好有歹哦。所以讲有好歹，伊讲一寡歹的一寡代志，圣经嘛拢足原本会写出来呢，毋是讲写好无写歹呢，吼。啊，总是讲我拄仔讲，昨日啊三师的安乐礼拜当中，我敢会当甲三师歹拢甲乌出来，足歹看啊，对无？总是吼，你迄啥物迄款的所在，逐个拢讲啥物，拢一寡较好的吼。这是咱人做人的一种，啊，哪讲人就是安尼啦吼。但是咱的圣经毋是安尼呢，咱的圣经啥物？人的本性好也写，歹也写，吼。啊，好歹呢？歹嘛为伊的上帝要甲咱通过迄个歹的代志，要甲咱教训的，要甲咱提醒的。所以不管好啊歹，咱拢会当对上帝话语当中得到利益。吼，得到利益，咱爱专注伫个啥物？咱做咱这个人啊，无完整、无完美的这个人呢，安怎通过上帝话，安尼甲咱愈来愈洗清，愈来愈洁净，咱那个美德的愈来愈真正。所以咱来开始来想啊，今日上帝给我一句话，我安怎来领受伊要甲我指教的所在？安尼读圣经是毋是对咱有帮助呢？如果你毋是安尼的时阵读圣经，读甲读，咱俗语话讲啊，小和尚你读经啊，安怎有喙啊无心？虽然咱毋是小和尚，但是咱是小激动呢，兄弟姊妹，咱爱有喙嘛爱有心，有骹嘛爱有手，吼。当然，毋是干那一粒塔壳遮尔啊大吼，所以每一工安怎来操练哦？牧师拄仔讲，这5方面呢，会当做互你参考啦。哦，无一定讲爱完全安尼照行啦吼。你有你的方式，无论安怎会当达到上帝对咱的心意哦。所以大家安尼参考一下吼。所以咱个回到讲，咱今日这段话，咱来安尼来用。我拄仔讲安尼的时阵，今日即句话真短一真尔，牧师最近你讲的经文拢足短吼，互咱会当呢较济安尼集中咧上帝话内中，咱会通过即句话来思想。咱拄仔讲，保罗苦劝罗马教会兄姊妹，爱甲家己的身躯献落上帝，来做活的祭。咱拄仔讲啊，通过今日即句话要安怎，互咱有安尼即个美德的精进。今日即句话甲咱讲安怎？讲是圣洁的，
对吧？伊讲现出来，毋是叫你变污秽的啊，毋是叫你做垃圾的啊，是安怎？是圣洁的。所以咱会需要圣洁，这个题目，今日即句话安尼讲，伊讲这是上帝所欢喜的哦，这是下边的敬拜哦，吼，安尼的时阵，咱使用今日即句话，吼，安怎来思想？吼，啥物是圣洁？吼，如果你今日上帝通过安尼即句甲咱提醒，哇，你昨讲话骂人哦，骂人是清洁的、圣洁的，是也是污秽的，吼。今日即句话会当互咱的美德更加精进吗？吼，咱来思想。我阁用一个例来吼。诗篇，我逐工拢会读一篇的诗篇吼。我顶下有讲，咱业务师吼，我咧做新学生的时阵，伊嘛甲阮安尼讲，我著迄阵仔听着，甲即马如今拢安尼哦。伊讲啊，诗篇150篇啊，一个月该分做30工啊。你5个月诗篇就读完啊！啊，你第6个月因为诗篇119篇真长啊，有22段，你该头啊22工读诗篇119篇，后壁的8工咧读雅歌啊，雅歌叫雅歌吗？吼，8篇啊，安尼就30。所以呢，你诗篇加上雅歌，半年读一届。1个月甲6个月读一届，那7个月开始定头来，甲12个读2届。我每工拢安尼读，啊，就毋是干那读安尼啊，读其他的啦。如果你愿意透早读诗篇，暗时要困之前读箴言，反省一下你家己一下吼。啊，中午你也愿意讲，哇，每工啊，新约一段，啊，旧约一段，迄是我读的方式。当然，你读的方式无一定是安尼，你当照咱教会安尼吼。我拄仔讲，无论是如何，我拄仔讲每一工我拢读诗篇哦。啊，我举一个例哦，诗篇100几篇，101篇哦，第8节，用即句话咱来思想。如果咱读到某米经在的时阵，安怎来思想？我拄仔讲，上帝要通过今日的话语要教示咱，互咱的美德会当更加精进的。哦，即段话安怎讲？咱共同来读好无来？透早起来，我要毁灭国内的歹人，将所有做歹的人对上主的城消除。咱若怎如果读到即个所在，即句话，安尼读就跳过去啊。可能你也袂去思想，这是讲古早呢什么抬来抬去的代志，但是对你个人到底有啥物意义呢？哦，我用即句话来做一个譬如啦。对我安怎来讲？上帝话既然是要甲我教示，啊，对我是要安怎结连呢？哦，我著思想，哦，透早起哦，吼，透早起是啥物？哦，这有小可走精气啦，吼。透早起咧，咱一工的开始就是啥物？就是透早嘛，吼。啊，古早毋是讲古早，我做少年的时阵开始接受这个信仰的时阵，人拢讲啊，灵修的生活一定爱透早吼。就爱来灵修，但是即马现代人敢若讲啊，无什么一定爱固定的某物时间啦。哦，我伫新学嘛，我另外一个老师，今日某一个老师坐咧后壁吼。新学另外一个老师啊，伊讲啊，人学生问伊讲，老师啊，祈祷啊，一工是要啥物时阵祈祷？啊，祈祷是爱祈祷偌久？伊的答案是安尼啦，24小时拢会当祈祷，24小时随时你祈祷。困呢？伊的意思毋是讲吼困啊，你记，伊讲吼随时拢会当祈祷，哦。这我今日无要讲迄点，但是讲我安尼来做一个例，讲一工的开始，吼透早起，我读到这时阵，我著勉励我家己，我灵修牧师必须成人，包括甲即嘛，有当时实在身体无伤过无用吼。像讲起阵较慢的时阵吼，你赶车都袂赴啊，对无？你个灵修，你要安怎赶车？你若灵修，搁读开车，搁看圣经，你车会去弄着别人呢，还是弄着别人呢？吼。所以有当时咱生活一段，有当时真过无用，无法度遮尔啊，吼教时你起工啦，吼。所以有当时牧师吼要困之前，我今日灵修，敢若哩浪人呢，吼，嘛还需要补一个呢。我嘛会即种情形呢，吼。所以兄弟姊妹。咱知影，咱人拢有迄乱量的所在吼，
但是无要紧，咱的上帝是有慈悲有怜悯，有怜悯的。所以我拄讲，如果咱读个如果咱无培养每一工安尼足稳定的透早，今日上帝搁咱提醒讲，你愿意每一工出门进前，要上班进前，要食饭进前，先来读我的话，食我的话吗？吼，我就安尼勉励家己，勉励家己嘛，勉励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吼，咱每一工起来，是毋是愿意先来做功课？这个功课无分数啦，但是上帝最后会互咱分数吼。如果你愿意，甲你无安尼做，我甲你保证，你每一工会真无共款。每一工加起，就是你这世人会真无共款。吼，大家咱共同来努力啦，牧师嘛搁你努力啦，吼。所以兄弟姊妹，牧师无比恁大家较好啦，吼。甚至在座有比牧师较好诶，吼。每一工照起工起床，吼，读经祈祷非常诶稳定诶，吼。好，第二呢，即句话啊，读着讲，我要毁灭国内诶歹人，即句话甲你有走进去无？敢若无走进吼。即句话什么意思？即个国内是啥物？是咱人的内心，你的内心。歹人是啥人？你的内心有歹人了，兄弟姊妹，你的内心有歹人无？你愿意赶走你心中一切的歹念无？迄歹念就是歹人。兄弟姊妹，你读了即句话的时阵，你敢袂当安尼反省你家己吗？过来，即句话上要安怎讲？伊讲将所有做歹的人对上主的城消毒，上主的城伫倒落？你的心就是上主的城。耶稣嘛安尼讲，毋是保罗安尼讲啊，吼，咱这人就是上帝圣神的殿啊，吼你愿意读了即句话了，我今日上帝叫我爱好好甲家己即个脑悟哟，旧的人啊，好甲伊治死，真做圣经嘛，安尼做一个参考啦，无一定每一工你思想即句话，你今日读的可能是别句啊。有人则读，有人则你无感受，但是上帝讲，甲你信心，甲你安尼感动提醒讲，即句话我要甲你点一下哦，你愿意去回应嘛？所以互大家兄弟姊妹做一个参考，最后我回到咱拄啊即句话来讲，所以兄弟姊妹，因为上帝怜悯我，劝恁着将家己的身躯献予上帝做活我的祭，是圣洁。我拄啊讲，今日上帝互咱要思想的是圣洁，上帝要甲咱提醒讲，当咱愿意安尼，是伊所欢喜的。保罗咧伊的即个提摩太批信嘛有讲，咧上帝的家内底有真侪无共的器具，如果咱阵仔是圣洁，就会合乎上帝甲咱使用。无论你的材料是金的、银的、茶的、竹啊、刻的，不管啥物，只要是清气的，所以呢，这今日最后甲咱讲，这是合理的敬拜。所以你咧做你每一工的灵修的生活当中，迄嘛是一个敬拜啊！敬拜耶稣，甲一个妇人人对话来讲，敬拜无讲限定伫啥物所在啊？我拄嘛讲，无一定是限定啥物时间啊。但是耶稣提醒爱用咱的人安怎心灵甲安怎，甲诚实来敬拜伊。我相信，当你安尼愿意来亲近主，主伊嘛应允，伊就要亲近你，成做你生活当中、工课当中大大的利益。咱三个额头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互阮兄弟姊妹，阮较无你，愿意来到你的面头前，阮伫主你当中，奉主的名组织伫这所在。阮不只用诗歌来敬拜主，阿罗主你的圣尊名，阮也愿意今日有主你拍开阮受教的耳孔，
互阮有一个受教的心，通过你卑微的仆人所分享的你的圣经的话语，互阮今日来领受。通过罗马书12章第1节，保罗所考劝罗马教会兄弟姊妹共款，阮今日第一堂的六位兄弟姊妹，我若愿意接受主你的考劝，愿意将阮家己的身躯来献予上帝，做活活的祭，因为你提醒阮的生命当中，每一天通过你的话，不断来精进阮的生命，会当更加亲像你，真做神。这是你所欢喜的，这是你对阮所设的旨意，是一个合宜的敬拜。盼望阮第一堂的兄弟姊妹，每一位每一天，拢有一个较无主话语的心，来领受你的话，来建造阮的属灵的生命，更加会当得到主你的喜悦。这是阮安尼向你的回应，感恩甲祈恳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